才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永远只愿你。离开你啊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啊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小玲姑娘，是安尼啦吼，伫民间吼有一种方法，会当甲人带入去地府，找到家己的亲人。这种办法就叫做关录音。是讲关录音，我会当带你落，也毋过我无把咱会当平安倒转来，迄真危险。啊，毋知影你敢愿意？我无愿意啦！你讲算车的，去地府，迄毋是凊彩代志，一个无小心，恁两个拢有无性命，你知有？我当然嘛知影。我愿意，只会当叫我阿爹，不管是啥物办法，我拢愿意。我就等你这句话。你臭异人，你有听我讲话无啦？恁两个去地府，是讲公主也知，我是要安怎？公主若知，你就知死啊！啊？你讲我啥物代志啊？秀莲，有我伫你免惊。伫到地府进前，你目睭千万唔通闭紧。到地府了后，你要缀我向前行。伫路的可能会看到真侪奇奇怪怪的亡魂，你免惊吓。这个亡魂可能会挑工阻碍你的去路，你嘛免烦恼。我会替你排除这个障碍。还阁有，沿途绝对袂当去摸任何的物件。若是有看到熟悉的亡魂，千万莫甲伊讲话，也若无。你会受亡魂的牵引，永远无法度到无得着。爱记我讲的话，一直到找到你那顶的魂魄为止。阿爹，阿爹，我是秀莲啊，我是秀莲，秀莲来看你啊，阿爹。阿爹，是安怎我看到伊，却摸袂到伊？秀莲姑娘，你即摆看到的是你阿爹的魂魄，你摸袂到伊的人，伊嘛听袂到你的声。好你家仔，咱较早来，也若无，伊若是送去六道轮回，安尼就袂好啊。六道轮回？是，六道轮回讲的是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精死、恶鬼、地狱，每一世拢伫一道。后一世搁伫另外一道，就伫这六道踅来踅去，愈来愈紧，愈来愈紧，不过永远踅袂出去。那呢，阮阿爹毋过永远无脱身一日。阿爹，阿爹。顺龙你啊！你搁知影我地府了乱，你是陪咧怎啊？哦，杨老姑啊，你哪知我陪你唱啊？看来吼，你唔哪样管命，还会晓算命咧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哼！好，来，我来小弟教训一下，走掉！哦，你看，我骹手袂歹哦，两个可能忝啊，拢无咧叮当咧。我地盘竟然要甲我躺在干来啊！哦，电话簿，好啊，来。啊，系啊，差一
一点仔搁无输啊！这届我是来拜托人的，我真正会较巴结的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哦啊！杨大哥，主手！哇！杨大哥你有够厉害嘞！我还没出招我就中招啊！哦，伫掌心内底你真正是上厉害！哎呦，莫个拍，哎呦喂啊！哎呀！来，甲我底下6点，go！你若找我，收6点。好啦，久无看咧，请你开讲啦。莫甲我拍下脸啦！你若真是唔讲哦，我是要动手。我讲，是安尼啦，要来请你放一个人啦。是啦，伊的名叫做江基啦。原来是伊哦！我拄则哦，正要将伊名对我生死无顶啊，甲画惊咧。袂用，千万袂用，我求你袂用。这个可能是哦，歹势，袂记介绍，伊叫做秀莲，是江基的查某囝啦。乱来啊！你今日甲带一个犯人来地府，你敢知影？这是触犯天条咧！莫啊歹啦，杨大哥啊，伊是一个好女呢，伊用尽所有办法想要叫伊来顶，我唔再带伊来啊！你看在伊是好女的份上哦，莫计较啦，吼。哼，就算讲伊是一个好女，但是你若知影，人死哪有可能复生？本来就是冤枉的，伊命不该做，我求你帮我阿爹还了，我求你。人都已经死啊，哪有可能还阳呢？杨大哥啊，唔对呢，我会记得应该是你生死破案后，你命到画掉，唔再死啊，啊袂画掉进前，唔是拢搁还阁有办法？杨大哥啊，看在伊是好女的份上哦，小通融一下啦，吼。你当作地府是啥物耍代？卡算每一个人哦，来叫我通融。安尼我这个阎罗是要安怎斩断众生的轮回？安尼天地顺时，是不是拢安尼啊？杨大哥，莫遐歹啦，你会甲秀莲惊着啦。莫艰苦啦，还阁有参详，我来处理。嘿，杨大哥，杨大哥啊，哎呀，先莫讲啦，我煞袂记得，我有早礼物来呢，你看。杨大哥，我煞袂记得，早礼物来的。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人拢知影吼，我阎王一向公正，绝对无接受恶事。你安尼是咧侮辱我，赶死出去！不，杨某，不，摕唔对啦吼，歹势，我这个对的，我讲变一个吼。够胖的啦，杨大哥。哦，你看，你果然捌过。无唔对，这就是比仙桃更加珍贵的仙波桃。王母娘娘开几啊千年才种出来吼，一喙都无输着，拢伫遮。这是咧孝敬你。哎呦，食看卖，哇，有够芳的啦吼，哦，哎，哇，好食吼，赞吼，赞，这个赞，我这，哦，几啊千年，哇，好食吼，好食无？赞吼，哇，既然若好食，安尼阮家己会当带落去啊吼。哎呀，我样袂记得哦，讲你来目的，见证了贪食啊！杨某，我求你伸出，杨大哥啊，到这个时阵唔能够坐下啊！你想看卖吼？王母娘娘若知影伊几啊千年才种出来仙波桃，即摆入去你的腹肚底，伊拢无顺着，哇！伊唔知偌受气咧，对无？放心，莫惊，你莫讲，啊你嘛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嘛袂讲，你无人知啊，无事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人哋咧讲哦，食人一斤哦，蚵仔下人8两，我答应哦，人互你抓走。哎呦，多谢，秀莲啊，秀莲，给杨大哥说多谢，伊答应啊，多谢。杨哥，我有一个条件。杨大哥啊，莫讲一个啦，一百个成个，我拢答应你啊。好，就是我要爱伊的命，一命换一命，啊若无你将人抓走，我是要哪向你地交代？
无可能啦！除了这个条件，我什么条件拢答应你。不管你要答应唔答应，是哪里啦？杨大哥啊，秀莲你那顶死真可怜啊！啊，你怎么要治伊的命？安尼你毋是共逼，安尼要敢会受残忍？是怎样来讲？为了一命换一命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。好啦，你讲一命换一命吼，好，就一命换一命，我这条命你摕去。我你即摆是在讲啥？用你的命来换，你真无诚意呢！你也知呢，你是神，你有神经呢。我生死簿顶下根本都无你的命，我是要怎换？你是拄则人要到，即摆人要到啦。杨大哥，我不是来乱的啦，我是来救人的啦，拜托一下好无？拜托啦！好，我答应你，要用我的命来换我阿爹。秀莲。那客气就好啊。阿豪，你这蛇药啊，烟遐尼呛，味遐尼歹闻，你敢袂感觉艰苦？一点仔拢袂艰苦啊！林公主，我看你救人啊，拢无甲人摕钱，搁做遮尔济好代志，我足钦佩你的呢。我嘛要甲你共款，爱救人。阿豪，你真乖真捌代志，救人是好事，而且咱有能力通好甲别人斗相共，这嘛是咱的福报。我大汉嘛要做大夫，帮助更较侪人。哎呦，这个顺风做代志哦，本来就做懵懂，顾前无顾后，哎，带秀莲去地府，啊，唔知好势无，哦，所以人做烦恼的。没代志，出一个人好应该啊，没代志。阿豪，你骹手面去洗洗，小等下通我食饭。好，我去洗。我嘛巴肚枵，我嘛来食饭。陈丽妍，你今仔日是安怎？一直心神不定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娘娘无发生什么代志。那安尼我问你，顺风的呢？哦，顺风伊个，顺风啊，顺风啊，咁赶紧坦白讲。啊，娘娘，你莫生气啦，你莫生，你听我解说，来，娘娘，来，莫生，你遮坐啦，你听我解说啦吼。我袂解说之前，咱先用看的啦，看了我佮甲你解说啦吼。行万字，全心之行。哎，小兰姐，吴将军，还是参详者。吴将军，麻烦你哦，手洗行好悬啦，凊彩者就好啊啦，千万唔当伤着秀莲，伊袂堪的啦，拜托啦，拜托。袂用急啦，我嘛只想要照你讲的安尼做，啊，毋过阮严蒙交代，我若无做，会去互报。懂诶，你是毋是要用法术减轻你的痛苦啊？我来讲，同好是莫安尼做，啊，若无阮严蒙早意，莫讲要救秀莲，连你都会互阮严蒙处罚。到时，秀莲的处境会更加凄惨。歹势，行万字，全身之行，行！秀莲，啊！停！
快浑身进行，行。我无得保护你，歹势，秀莲，秀莲。大大，牛，下水！天理敢顺服你，恁竟然敢违背天理，那恁罪不可赦。你敢知影？秀莲是一个犯人。你甲带去地府，他孙若真正甲伊害死，这条命你是要赔。牛，你莫要生气啦，迄拢是顺风的，教我的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听我解释，是秀莲啦。秀莲自从因阿爹死，伊就一直咧折磨伊家己。虽然牛你甲开破遮尔济，不过伊的心肝迄个结也无开，是永远无当误的。不够讲因果。是因为过去世某种原因，所以秀莲，这世则必须要受苦。这是伊应该相信、了解的讲。要毋过你竟然甲伊带去地府，去受伊无应该受的疼，你那毋是咧甲斗相共，是咧害伊，你知影无？牛，我知唔对啊啦，差不多我嘛有看到秀莲伫地狱咧受的苦。不过，牛，你莫生气啦！我甲顺口一定会想你出发。啊，不过即马阿二婶若无去，秀莲该陪葬。上场就是阿峰，这个囡仔变做孤儿。牛，我求你，拜托你救秀莲！牛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欧将军，拜托你，莫阁怕，拜托你，好无？真罕个有人会忍受咱的情，而且是一个软只的查某囝，竟然疼到即马。我看伊的心意非常的坚定。是啊，有时无人早就已经死啊，哪有可能斗到即马？是啦，两位将军，秀莲是一个好女，拜托您啦，您放伊一条生路好无？啊！我安怎？我一直要救我阿爹。就算我害我死，我嘛袂要去。秀莲，你是咧讲啥？你有够戆的呢？你阿爹的命是命，你的命嘛是命，一条命换一条命，安尼够有价值啦。我的命是我阿爹我到我到这里大汉，嘛是阮阿爹的功劳。所以，阮阿爹比我更加重要。只有阮阿爹，伊的命安尼投靠。啊，原来也不是。阎罗王啊，秀莲是一个好女呢，伫个用世间嘛已经真少啊。啊，你要甲弄我死哦？你对伊遮尔啊高兴，你敢袂伤残忍啊？千百年来，原因会当来地府救人，嘛少目被救。如今，伊是被秀莲救。唉，这个后生确实有影感动。若是安尼，阎罗，拜托你放一条生路好无？对啊，头家，我和白面的伫地府遮久啊，搁头一摆看到有人甘愿忍受这个折磨，而且还搁是一个查囡仔。是啊，头家，我甲后面的拢感觉感动，这什么靠？唉，我虽然身为阎罗王，但不过我嘛是有人性、有良心。我看安尼，哼！
就答应秀莲哦，带因阿爹的亡魂回阳间，称赞伊的好心。香罗，我无听唔对吼，你答应要放秀莲，而且嘛要放因阿爹吼。啊，啥白白做唔对代志？你著摕细了，我著摕大了的。千里，你真够计较咧。办法是我想的，也毋过是你甲我支持，你甲我赞声咧。遐若无我敢会去，拢是你唔对，你搁甲我计较。安尼无道理吼。迄个侯天生吼，已经心怀绝技。哎，你都唔知影，伊遐鼻起起来，对迄灵的目睭甲点落，迄灵吼，就安尼目睭捏一下，啊，甲伊春润一下，啊过来，轰一声，就飞上天咧。有着你挑剔的缘投送。就答应秀莲哦，带因阿爹的亡魂回阳间，称赞伊的好心。香罗，我无听唔对吼，你答应要放秀莲，而且嘛要放因阿爹吼。啊，你毋是顺风耳，啊，徛伫遮听我咧讲话，你就听唔到，啊，你这对鱼是要做啦？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啊，香罗，这卖当放人啊吼。杨梦，多谢你，多谢杨梦，多谢杨梦带阮带弟，多谢你。你免甲我谢谢。这摆你带恁阿爹得转阳间，我予伊5年的寿命。伫这5年的中间，伊来点多修行、多念经、多做善事，我会去增加我。10年勇士若到，伊就要来地府报道，我是要过阳的，知影？我知影，我一定好有好你，多谢杨梦，多谢杨梦，多谢你。来，起来吧。你好心人感动天啊！阎王已经答应要放你阿爹等你阳间啊！这拢是你的功劳，你做到啊！好做啦，出大埔发龙汤。是。大哥，大埔发龙汤来啊！秀莲啉落。是。哎，小兰姐，阎王，这是什么物件？用心啦，这发龙汤来啉落去。伊的伤亡甲元气，真紧就会当恢复。雪莲，有感觉较好无？我感觉好。哦，多谢。多谢杨梦。小等你能带阿姨婿亡魂到转阳间，但毋过恁爱出去的时阵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，也会出心状况，你绝对免回头。是为什么？是啊，这是什么规定啊？卡准你若回头，这就表示恁的定力无够，对地府有惯过之念。这就是何秀莲最后一个考量，一定爱绝对免回头，知影？我知影，我知影，秀莲一定会记你。好，秀莲，你已经传阿爹走啊，叫你跟阿爹会当安宁就转阳间。阿爹，阿爹，我要带你回去啊！阿爹，你想怎么插我？杨大哥啊，打这是什么情形啊？你毋是点过啊？你就共我咧空空呆呆啊！江义是亡魂，所以属阴；秀莲是人，属阳。伊毋正无法度回应恁所讲的话。也毋过，只要恁行头前，伊就吸恁的勇气，对恁阿爹。
好了，恁紧走啦，莫搁休息。阿爹，咱要来走啊！你都一定好。小莲，秀莲，恁会经过地府生死门的通道，一边是黑暗的地府，另外一边是光明的所在。行到尾啊，就是要得到勇敢的命，也毋过爱记。伫咧通道四周围有一寡搅了恁的部分，可能会化作恁的亲人伫咧化面。爱记我拄则所讲的话，毋管伫什么情形下，都免犯他。啊，若无，恁就行袂出去。秀莲，阿爹我对你紧来甲阿爹扶一下。秀莲，阿爹，你是安怎？你敢有要紧？秀莲啊，你给我拖无要紧，你紧来救阿爹啦，秀莲。阿爹，小莲，你毋通袂记阎王讲的话，千万袂当回头。紧行啦，行到尾啊，你规家伙就当团圆啦吼，行。毋过，秀莲，你咪紧来救阿爹，伊甲我救用我走啦，秀莲，你咪紧来救阿爹啦，秀莲啦。小莲。过这关，要若无，你甲你阿爹就永远无法度超生啊！袂当，袂当。啊，毋过，我听到我阿爹叫我遮尔清楚，我是变到顶面条。这是在考验你啦，在考验你的定力，嘛咧磨阿二嫂的心智。你相信我一定甲你带转去，好，袂当啦。秀莲，我阿爹目睭，阿爹规上我拢做伙，阿爹我艰苦，你紧来救阿爹，秀莲，你的不好路，你紧来救阿爹，秀莲啦。秀莲，阿弟仔，秀莲，哪安尼啦？秀莲，哈？天老哥，秀莲甲阿弟仔无去啊？哪安尼啦？唉，我之前有是甲你交代，千万别忘，老阿头就表示秀莲的定力甲念力无够，一定来别叫分别，已经万劫不离超生，我就关掉。哪安尼啦？我敢有其他办法，有无？杨总，秀莲，阿弟仔，那即摆要安怎？要安怎啦？娘娘，我求你啦，紧救秀莲爸仔啦！啊，千错万错拢是我的错，我哪会去受这种恶报，带秀莲去地府？若无救着阿弟仔，搁甲秀莲害到安尼凄惨落魄。娘娘，我知影我唔对啊啦，你要安怎看我拢袂要紧，你带我出边先救秀莲啦，好无？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这是秀莲的做法。娘娘，无啦，秀莲不应该死呢，伊死期还袂到啦。哎，娘娘，拜托一下，你紧去地府一下，甲阎罗王讲一声，你亲生出马，伊一定互你面子啦。哎，要若无吼，秀莲甲因阿爹一定会魂飞魄散，万劫不复啦。娘娘，你应该拢知影，往生去地府的人，恁也一定要救。这是个转天理轮回，天若无照天理，地就无照价值。咱去地府救人是为天命。我再讲，地府是阎王的地界，伊铁面无私，敢若讲法理无公正。虽然拢是新界的人，但是互不还界，伊根本就无需要我面子。娘娘，你捌讲过，地水泉少，千难万难，只要有心诚心，甲坚毅的心，一定我就改变情势。无去试看卖，哪会知无效？原来，恁是不是已经袂记的？咱来到人世间，爱驾向泼雷船，苦海普渡，爱上顶立盘山，心性不动。想袂到，恁竟然私做私张，请你敢顺风你？今朝我来去向玉帝请罪。你讲错，你讲错，你讲错，你讲错。乖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唔好哭，豆豆讲，哈。我爹甲真死啊！什么？
你讲，你若爹甲你若姊已经死啊。你头听咱讲话，惨啊！现在我是先生。阿峰，乖，你甲我讲，你先安怎会讲你若爹甲你若姊死啊？我拄则梦到的啊。安尼是含面哦，啊你搁梦到啥？我梦到我娘甲我讲，我爹甲阿姊，伊互杨龙掠走，袂阁转来啊！你爱我乖，爱勇敢，讲完我娘就走啊！我真是了，我足惊，所以我着赶紧走来遮找你。林公主，我爹甲阿姊到底走去倒啊？是安怎拢也袂转来？好，迄是你伫咧含面的，囡仔人通想想细，吼，目屎切切的，我陪你倒转你的房间，吼。哦。春风兄，万里兄，你哪跪伫涂骹？你是做毋对代志哦？唉，对啊，阮就是做毋对代志，毋则跪喺遮来向妈祖，吼，要来向妈祖娘娘忏悔。对啦，人拢讲妈祖娘娘足灵邪，安尼我嘛爱跪遮，有妈祖保庇我阿爹，甲我阿姊。我阿姊。你就照顾我，嘛就疼惜我，我就有我爹。伊都是好人，却妈祖无保庇，会当平平安安，赶紧转来，要互杨龙掠走。阿叔公，你真是死啊！就算好一个人，咱来要安怎？好，你对我讲的话，妈祖婆拢有听到啊。起来，莫搁哭，紧起来吼。我无爱，我要跪遮，有妈祖保庇我阿爹甲阿姊。哎呦，哦对啊，妈祖婆啊，哎呦妈祖婆啊，你着闻声救苦，你也看阿虎这么细汉，敢讲你忍心以后无亲人你身躯比较照顾，伊变做一个孤儿。哎呦，拜托你大慈大悲哦，千里眼将军顺哦，你将军哦，你都要保庇阿姨婿甲小六姑娘平安倒来哦，保庇哦。妈祖婆啊，妈祖婆啊，所有的信徒拢讲你上慈悲，救苦救难，只要所有的人心心甲你祈求，你都要甲伊斗相共，甲伊斗相共，拜托啦，秀莲啊，甲阿姨婿你一定要甲伊斗相共啦，拜托，紧来，快过来磕头，紧来，保庇啊，妈祖婆保庇啊，妈祖婆保庇啊，妈祖婆保庇。望眼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坏听好。靠，2摆拢无法度将黄定生除掉，我真正是唔甘愿。沙基，莫阁生气啊！舍利子伫咱的手头，林怀德一定会想办法来摕。搁再讲，咱还阁有一领笔夹衣，有这2项宝物。对方的法力，搁较安怎高强嘛，必死无疑啊！只要咱若先除掉林怀德，
安尼天星都无靠山。要对付天星，就敢若斗顶的年柑共款。这我拢知影，我只是唔甘愿，搁互天星夺走。慧敏，阿弟有甲你讲过，要入来就要先敲门，你连这点仔基本的礼貌都唔知影是？阿爹，恁拄则讲的话，我拢听到。你伫外面咧偷听？阿爹，即马大家拢讲妈祖庙迄个林公主足仁慈、足有爱心的，搁叫遐尼济人，大家拢对伊足尊敬。啊，毋过恁竟然想要杀伊，你毋惊有报应啊？点去！你这个囡仔愈来愈无大无细。慧敏，迄个林公主三番两次阻碍恁阿爹，即马若无甲伊除掉，恐惊以后会破坏咱的代志。本来就是安尼生，做好代志敢干那伊一个？阿弟仔嘛应开放咱的米仓来救咱的乡民啊！这款代志恁免管遐尼多，阿弟仔自有拍算。好，你无爱我管林公主的代志，哪爱天星嘞？阿爹，顶一摆你跟答应讲，你袂去伤害天星啊！啊，毋过你即摆搁唔放伊煞。天星又搁是安怎？哦，莫非你是咧介意天星？阿爹，我知影你无同意我嫁予天星，我家己嘛无介意伊啊。啊，毋过，搁安怎讲，伊嘛是一个好人啊。伊伫下顿教遐个善食人的囡仔读册，安尼搁妨害着你啊！你是安那一定要杀伊啦？唔免搁讲落去，阿弟仔有阿弟仔理由。是啥物理由？你讲啊！阿爹，你敢要知影你安尼做是毁掉遐个囡仔的前途甲瓦靠？你安尼受残忍啊啦！无采讲哦，你是大家尊重的镇南大将军，安尼做敢对得起立祖立祖？枉费你平常时教我遐尼侪认真义理，私底下拢做一寡伤天害理的代志。哎呀，你这是做饭嘛？你。慧敏，你若伫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的道理。你这做查某囝的，无一定安尼忤逆伊啊！你今仔日会当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会当食好穿好，这拢是恁阿爹辛辛苦苦打拼出来，敢毋是咧？你点去啊！拢是你这查某害，拢是你伫阮阿爹面头前煽动，让阮阿爹哪会变到这么残忍？我是为将军设想啊！你免讲到这么好听啦，你只不过是一个细儿，你掠准你是啥啊？我甲阮阿爹讲话，哪你插嘴啊？你搁掠准家己是将军府内底的将军夫人是吧？不得不咧！阿爹，我自细汉到大汉，你拢唔捌透过我，你今日为了这个找我跑啊？阿爹，你哪会甲我跑啊？将军，你莫生气，妹妹还阁细汉，毋捌代志学袂讲话，你莫囥伫心肝内。雪琪，我是咧气对你无礼啊！我知影将军你疼惜我，安尼就有够。别人安怎看我，不要紧，我袂囥伫心肝内。雪琪，委屈你。
敏，你走了，白跳，白跳，白跳！慧敏，敏仔我听话，阿弟仔拄则是有较匆忙啊，莫阁生气啊好。哎呦，你是阿弟仔的掌上明珠呢，阿弟仔本来敢要拍你，迄是讲你拄则。慧弟，你拍我，就是你唔对啊！好啦好啦，阿弟仔唔对，阿弟仔唔对，安尼会用的袂？我知我脾气冲动啦，脾气嘛无好啊，啊，毋过我自细就是安尼，你也毋是唔知影。阿弟仔顺利啦哦，你。袂用你啊，代志还袂煞呀！阿弟啊，我问你，我拄则到底是倒位做唔对？我讲的拢是事实。我承认啊，我脾气吼是较傲慢啊，啊，毋过至少我有良心啊，我知影分辨是非，无亲像恁啊，遮尔无天良，歹代志嘛做会出来。我嘛知影雪姬阿姨对我袂歹，嘛知你足介意伊。啊，毋过就是因为安尼，伊更还知影认真义理，帮助你中军爱民，毋是害你变成一个为非三族、不仁不义的跑歹人。哎呀，阿弟仔顺利安尼唔就好？阿弟啊，查某囝口坑你，伫还没犯下大错之前，赶紧离手。你若是袂听我的话，你就莫怪我坏心你这个阿弟啊。慧敏啊！阿弟啊，你若是袂听。到时阵有着向遐诬告性命赔罪，查某囝只好以身下罪。慧敏，你这个囡仔，哎呀，阿弟仔答应你安尼唔就好？将军，将军。你是在想啥？是不是慧敏也唔肯原谅我？雪姬，世间上的人拢无理解我的时阵，就敢若剩你一个。你我心之苦，该我心之忧啊！唉，我拄则咧想讲。慧敏所讲的话嘛无唔对，我袂用为着家己的利益来伤害他人。将军，你以后是要做代理国的国王，为着要完成复国大业，你千万唔通软心，袂当放弃呢。啊，不过为着复国的大业来伤着我的父母之情，安尼敢有简单？毕竟慧敏是我亲骨肉，我这一生中上介重要、我上疼惜的人，我袂用这么简单就失去伊啊！将军，亲情虽然重要，啊，毋过办项代志爱想较远。慧敏还阁细汉，袂晓想，你若为着伊放弃你的理想，安尼毋是伤可惜？将军。你真无简单，才做到镇南大将军，你一定要想清楚。我嘛知呀，啊，不过你敢袂记哩？代理国灭国了后，遐个百姓拢咧等待复国，只有你才是因的希望。嘛，干那你才会当救伊。你讲了无毋对。代理国的人民也搁咧等我带伊转去，我绝对袂用失败。当我复国的大业若完成以后，为民做代理国的工作，迄当阵伊要爱什么就有什么，到时伊就会知影我即马所下的苦心。
顶受香，鬼怪超生路，无边妙法酸，无际天温梦。原来是天后溜溜教的。阎王，仰望云影，苦求垂怜，是毋是请阎王发我示威？本王知你今仔来用意，秀莲甲阿二婿因两分别，早就魂飞魄散，无法度烦恼。就算讲你来拜托我嘛无可能逆天理的轮回来帮因得当勇敢。我知影，人生难敌古人啊，不无真传木炼丹，虽有飞天地神术，却无延寿保圣诞。也毋过，因为秀莲伊阳寿未尽，请阎王袂用遐尼紧就定伊的生死。你来救我已经伤慢了，因爸仔囝已经落入六道轮回，重新投胎。啊，这来竟然投胎啊！阎王，你伤过无意思。毋若无意思，根本就是无血无目屎。我这是公事公办的。我知影，你应该公事公办，也毋过情理法，情理为先。秀莲，伊是一个有效的查某囡仔，为着要救因阿爹，伊受尽万千穿心的痛苦，伊忍受烈火焚身的折磨，伊只是一个犯人。为什么会当忍受遐尼大的酷刑？是因为伊有效，是因为伊命不该绝。想袂到，伊即摆沦落到魂飞魄散的地步。阎王，你是毋是在带念伊一片的好心，莫甲伊拍落六道轮回去受苦？就是讲啊，这都毋是阮调侃要讲了，你安尼哦，真正是铁派的心肝啦。本王掌管地府啦，就算讲参像你讲的铁拍心肝，这一切嘛顺天命，人有福可之别，不可逆转。我知影天命难违，也毋过，阮则亲仰爸母，义则上下相连。秀莲救父，是为了报答伊亲生的爸母对伊的养育之恩。阎王，你敢免行义上帝？天后娘娘，本王知影你有慈悲心，想要救国救难，度化众生。也毋过你也知影，天下敢受苦难的人遐尔多，你若大人要救，敢救会完？搁再讲，你来地府将人救走，这算开是不款，有损本王的威信，你知？发言发果，阎王，就伫你一念之间。假使你若用悲悯的心去行义，相信不但袂损害你的威信，嘛会互鬼神更加敬重你。对啊，秀莲姑娘为了要救阿爹，变到这么可怜，啊你阁不通人情，这代志传出去，唔知有偌济准时，甲你笑到巴肚疼。对啊，你听人咧讲哦，人讲阎王爱你三更死，绝不留人到五更。这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就是讲你哦无情。你甲点去啊！本王是按照地府的律法行事咧，啊你甲我讲甲你，袂说讲我你做唔对。无啦，你是大公无私的阎王，我哪敢讲你唔对啦？啊，毋过别人唔是安尼讲啊，有淡薄仔歹听啦。哎呦，哪歹听哦！我甲你讲哦，大家拢在骂伊哦。我有到要求，我是顺风耳啊，我啥物话我拢听到啊。这话唔通互知哦，互知哦，伊会气死哦。莫讲，讲，因外口人是安怎讲哦？你真正要听？你无生气哦？好，就亲像啦，我要来到这时阵，去拄着托你讲，伊咧讲哦，你莫来啊啦，白了讲的啊，你阎王哦，绝对哦，袂有天后娘娘面子呀，因为伊的法律不如天后娘娘，而且伊个接到娘娘，你凡间的德高望重、大慈大悲，受足济人的朝拜，啊像你啊，够人的礼拜。有啊，真少对无？对嘛，就是讲啊，阮两个人哦，拜的人都比你较济哦。所以哦，阎王一定要公报私仇，甲秀莲姑娘啊，二婿甲留落来，无会对勇敢。
你啊，你来讲一点点啊尔啦，土地婆你都无讲哦。讲我土地婆讲的啊，土地婆讲的，唔是阮讲的哦。土地婆都问阮讲哦，恁敢知影阎罗王爱娶某某？哦，因为阎罗王哦，面乌，心肝搁较乌，而且无巴肠。是讲迄种有巴肠的人哦，巴肚大大呢，内底能放石船啊哦。像你这种无巴肠的人哦，爱巴肚遮大坑，伊迄内底唔知底啥。所以讲哦，后大民书风倒大是阎王。莫搁讲啊啦！我都不相信讲我法律会输天理和令令，我要比一个输赢。阎王啊，莫比啦！我规定哦，我甲托你讲，你无输啦吼，加比加老有亏的，莫比啊，莫生气，莫生气啦吼。我哪有生气？我是无欢喜哦，叫误会做呀啦。所以哦，我今日一定要比一个关键。天理和令令，卡输你来赢我，就表示你的胜利，甲秀莲的好心感动天地。那呢哦，我就发我誓稳。是讲严大哥啊，也唔知要安怎比哦。比文斗武。啊？咁一定要保证呢？无对，伊大人讲天下令令捌艺术，而且佫真有文采，讲我不如意，这点我不服啊。所以哦，先比文啊。请阎王指教。天下令令是飞来地府的。当然是飞来啊！哦，既然安尼，我就出题目。既然飞来，为何唔飞去？一动不如一静，见来就爱。世人痴念主何用？念观音菩萨，神自念又何用？求人不如求己。啊，你就对啊！你对人讲求人不如求己，是安那你要来求我呢？我是尊重阎王。尊重哦，那呢我就无客气啊！我要让你知影，我的法律是在理之上。手，退下。哼，我你知影我厉害。原来是一缕莲花哦！我把你讲死！你要紧吗？不要紧了，别讲了，别讲了。伊两个土地啊，讲了无唔对，是啊啦，凡间的人拢拜妈祖，啊，真少人来拜啦。因为伊啊北长挂有慈悲的心，参照我即摆受伤，伊无计较一切替我疗伤，拢唔惊讲我用头食补的，这尔信任我，就我，哎呀，这。阎王，你有较好无？拄则若是有冒犯，请你多多原谅。你啥要为阿姨嫂因爸仔囝遐尔真心，甚至甲我交手？你明知我法律无已经输去，拄则若毋是你这两个土地甲我使人哦，反正受伤的人是你，我是无遐尔自卑替你疗伤。阎王，咱本来就是生界啦，无应该互相斗法。假使讲，你若问我为什么要救阿姨嫂因爸仔囝？我认为人世间上界可贵的都是亲情甲好心。人无论是富或者是穷，当然一定爱以必先好为先。这我知影啦。秀莲这查某囡仔哦，确实互我真感动。不过讲正经的啦，我嘛真有囡仔。
哎，严大哥啊，这是你的地盘呢，判死拢是看你，啊，即马人你阁无爱放，安尼讲袂过啊哦。对啊，啊，别好心感动天。头仔你有讲话，你来秘书，你有看我是因，咁讲，你一个眼毛讲个无算话啊！哇，这代志啊，托你讲知影，唔知搁要安怎讲啊？哎呦，千万唔当我托你无知影，你若知，所有人拢知影。哈知。请你敢顺风呢？唔准无呢？会晓你了。拄则我对你安尼，你拢无计较，甚至替我疗伤。甲即摆我若无同我，无淡薄自尊心，枉费我为地府之路。好，我着放因爸仔囝，我有一个反勇的机会。下险望开恩。也毋过，虽然是法外时分，嘛免违背天理的轮回，修炼来切配上，互因阿爹。秀莲姑娘，你，哎呦，奇怪，秀莲姑娘，咱一点拢无清醒起来，敢当是出啥物代志？千里的，你搁甲我啉茶，秀莲姑娘拢无醒起来，紧想办法啦！哎呦，你这紧张啥？差不多要精神啊啦！到底是安怎？秀莲姑娘，千里拢无清醒，安怎啦？我讲，好，秀莲姑娘，哎，秀莲姑娘，你醒啊？我哪个在遮？我毋是去地府。而且，秀莲姑娘，是安尼啦。啊，都我们本来要带你去地府啦。哦，啊，你有够糊涂的，啊，行到一半你就嫌忝一下，你才困去呢。吼，对，啊，你困到足入面呢，我歹势甲你耍，啊，就互你困伫遮。我哪天都无希望。阿爹，我想我唔好，想我唔对，阿爹。哎，秀莲姑娘，叫你放心啦。很多睇你在困的时阵，我甲清风的哦，去找迄个会当起死回生的，起死用的止药人参，吼，止药人参，啊，佮加上阮公主的高明医术哦，已经甲你阿爹为鬼门关救倒啊。真是的，我哪天无代志啊？无代志。哎，是啦，秀莲姑娘。我跟你讲吼，啊，我为着要找迄个止药人参，啊对啦，迄个止药人参哦，真正足辛苦的。你敢唔知啊？迄个止药人参哦，伊生伫迄个雪山之巅，吼，藏伫万年冰雪之下，有够歹找的啦。吼，我甲万里的吼，真正若是无忝死哦，嘛真正是寒死。也毋过为着你，就算讲要用石头山、路油鼎，我嘛是欢喜甘愿的啦。多谢你。他叫你客气啦。是啊，卖考啦。阿弟。哎，阿红，哎，阿弟。阿弟，足好呢。我听讲你伤忝才来昏倒，我足烦恼的。即马看到你无代志，足好诶。阿爹，来。谢谢。爹。我来伫遮，我无死哦。阿爹，你若平安无代志，我了准讲我一世人，我当初看到你啊。阿爹，咱总算团圆啊，咱永远都莫搁分开。是啊，足使人感动的，咱永远拢莫搁离开啊。拜托的啦，人一家伙你咧食米，你咧花销，你创啥为你啊？咁有你代志？秀莲啊，我到底是安怎活倒转来？我还记得我已经死啊，落去阴曹地府，准备要接受六道轮回啊。敢讲，我是咧迷茫呀。阿爹，你爸爸对大家要代志，而且拄啊好，咱做同款的梦。啊，二三秀莲，真有可能恁爸囝人生才会做同款的梦。无论安怎，阿爹你总算无代志啊。
林公主，真多谢你，若不是你，阮规家伙穷起来。阿爹，你这个当脱离危险，拢是林公主再世花朵医术，还有清风兄、万里兄斗相共。哦，原来我的性命会用捡到转来，拢是靠恁的斗相共。林公主，你的救命之恩，我是唔知要安怎报答你。来来来。 阿二嫂，其实救你的不是我，是秀莲。你这个查某囝好心感动天地，所以冥冥之中是菩萨甲恁庇佑，恁才会当全家团圆。秀莲的好心，我真安慰。也毋过，无论安怎讲，林公主，恁的救命之恩。 待阮代替，我永远会记在心肝内。免客气啦，安尼就好啦，安尼真好。阿爹，阿爹。顺龙诶，你会忝未？当然嘛会忝。 不过，真正足热的，哪安尼？啊，啥白白做唔对代志，你著摕细了，我著摕大了的。千里，你真够计较咧。办法是我想的，也毋过是你甲我支持，你甲我赞声呢。遐若无我敢会去，拢是你唔对，你搁甲我计较。安尼冇道理哦。对啊，而且你想看卖，咱即摆是咧悔改呢，你才甲我计较，是要安怎悔改啊？牙个关的啦。千里啊，我想过啊，你头仔讲的话吼，真有道理啦。你摕较轻的啦，来，我甲你换啦。无啦，我举了当孙啊，无啦，无啦，无喏，卖换啦。代志拢我唔对，来，你摕，吼，紧，较紧的啦，较紧的，嘿。啊，这个互你吼，这个好啊，吼。哎呦，哇，嘿，你个对我好咧。紧参会。遮尔暗嘛，先那个不爱休困。我唔敢休困。是啦。是安怎唔敢休困？娘娘，阮无你的允准走去地府，毋但得罪阎王，而且佫害你歹做人，阮真正做唔对的，阮在处罚阮家己啦。真好，若知影家己做唔对代志，会晓自我反省、检讨、忏悔、接受教训。 这嘛是一种修养甲精进。红颜手鼓旁小无听，孤单窗。 娘娘，阮无你的允准走去地府，毋但得罪阎王，而且佫害你歹做人，阮真正做唔对的，阮在处罚阮家己啦。真好，若知影家己做唔对代志，会晓自我反省、检讨、忏悔、接受教训，这嘛是一种修养甲精进。娘娘，你安尼就走啊？阮拢免做啥，拢免甲阮处罚啊？ 对啦，娘娘，每一摆阮两个做唔对代志，你拢会甲阮处罚，啊，这摆呢讲句句啊就走，阮当底袂惯心的，你也是甲阮处罚一下，阮心肝较袂硬拗啦。爱我处罚是无？好啊，爱我处罚我就处罚。娘，什么处罚拢好，啊，敢袂使莫用念的？啊。 啊，若无吼，伊的耳仔会疼，啊，我的目睭哦会吐出来。对啦。莫用念的，安尼我是要来甲恁处罚。你来讲啊。娘娘，我歹势，阮小参详一下。袂用错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无安尼啦，家你变做鸟鼠啊，啊，甲鸟怪做伙，我看你会知。规家变做第一食薰啦，要紧。
真笑你。想哦，拢想无好的啦。你想较好咧，无卖遐尼严重啦。紧的啦，娘娘在等啊。无安尼啦，叫娘娘吼，拍手底啊，拍开，吼，无安尼吼，好，起滚啦。想冲？你看大鸡是要冲啥啦？你较信心啊？什么信心要拍你听呢？无用这支好。你。娘娘，快点，请出发。冤家该清除，孤魂该解脱。虽然你自作主张，让秀莲去地府救阿二三，这是有毋对。也毋过，看一家团圆遐尔啊混乱，我嘛袂忍心处罚你。拄我甲恁讲迄三个，恁着好好想一下。小娘娘，多谢娘娘。喂，奇怪呢，娘娘甲咱讲三个，其中表现过，什么意思？天打不锁，小心火警。惊伊头哦，惊到骹麻手边。哦，哎呀，爱进来啦。娘娘，即马拄好3更，恁哪会知影即马才会当入来？啊都，娘娘，是我想的啦。我想讲吼，你爱轻轻甲阮讲三个，应该是爱阮忍来到3更，安尼敢对？娘娘，迄是我破解的哦，若要过千里哦，迄真拼的啦。恁两个拢遮济，恁拢辛苦。娘娘，代志我安尼做唔对，你阁对阮遮尔好，真正足感动啊！明白我若做唔对代志，你拢会原谅我两个。多谢娘娘，多谢娘娘。好啊好啊，这就是我定来甲恁教的：待人以诚，处事以忠，对上以强，对下以强。虽然咱有身价，也毋过做代志的方式，甲众生嘛是拢共款。只要恁知错必改，就是善良。感谢娘娘开恩，谢娘娘开恩。小等下有啥物代志，可能恁两个担待，我必须倒转去天庭。娘娘，你去天庭要创啥？系啊，我去地府救人，算起来嘛是个天命，所以爱来去向玉帝请罪。无啦，娘娘，代志是阮两个惹出来，连论娘娘，应该是阮两个去请罪才对。是啊，敢做就敢担当，阮遮的代志哪有可能爱娘娘替阮去担当啦？拄则恁两个都已经甲我请罪过，所以放心，这件代志就由我来承担。阿二三爸仔囝等倒转来，恁来甲恁的本性快乐带互因，安尼就是做。众生有苦难的时阵，你去帮助伊，安尼就是悲。所以我希望恁时时有快乐的心情去帮助身躯边的人，安尼我就会真安慰、真欢喜。娘娘，娘娘，我唔对啊，唔对啊，我妈妈。往南树高旁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。
啥喏？林公主，是啊是啊，我无说你弄破，是啊。哎，唔通叫，这哪去挂哩？来，你玩哪无？痛着啊！我看者，小等下哦。阿红啊，你来家己走来遮转药啊？啊？要互我遮啉吧，我阿爹无死，啊，毋过身体真虚，我就想讲要转药啊，互伊啉。乖，加油哈！来，我给你揢揢。有较好无？哇，好，你是安怎？哪会不爱讲话？是佫会听晓？要听，我伫想我尔，我是伫咧厝诶，嘛是疼我尔，养草煮饭，无说你互我疼着，我尔嘛是遮尔关心我，伊哦嘛是摕淡薄，甲我安尼饲，就亲像林公主你拄则安尼。乖，唔通哭，查甫囡仔唔着爱较勇敢嘞，我问你，你认为你阿娘是毋是好人？是啊。好人就一定有好报，所以我甲你讲哦，你阿娘哦，即马已经伫咧天顶咧做神啊。做神？而且伊若看你遐尼乖，伊一定会保庇你。你阁遐尼友好，伊伫咧天顶一定感觉真欢喜。谢谢。阿娘，你爱保护阿红哦，互我会当保护阿爹甲阿姊。林公主，我阿爹讲你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，伊要我缀伫你的身躯边，好我学。林公主，你敢若教我，互我变做更较有智慧。安尼哦，我才会当保护阿爹甲阿姊。乖，人讲树头若徛有正，都唔惊树尾倒向呀。你若爹这么正义，做遐尼侪好模范哦，你看。哦乖，你比别个囡仔搁较乖，搁知影通要学做人。好，我甲你教，来。你若是知影忠孝信义，那安尼，你伫这个世间都会得到尊重。忠孝信义，我是知影孝啊，因为哦，你拢跟我真友好。那安尼剩的，我要怎做才好？若是忠义，就是爱尽忠报国。只要是对国家、对人民好的代志，咱就爱尽量去做。要毋过，若是带头的人做无好，咱就唔通对。啊，若无，就是叫做无忠。意思就是爱对着主人，对一个像我这共款忠心忠义的人。对，你真巧。啊，若是孝哩，你虽然已经知影讲孝就是爱友好父母，要毋过只要对你有帮助，是你的时代，咱拢爱事亲至孝。那安尼我即摆友好你，因为你甲我做人的道理啊，你哦是我的先生，即摆我要表达我的好心。啊，若信你呢？我知影，就是爱相信别人。对，要毋过是爱相信好人，唔通听人的煽动，爱分得清楚黑白是非，安尼才是有智慧。就是爱相信你，还阁有清风兄、万里兄，因为你喏不但是大好人，阁是阮的温情人。嘿，哇，我看哦，有一句俗语爱改啊呢，对，就是讲哦，歹德出好顺，爱改啊，爱改做好德出好顺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吼，你看阿二婿是好德，啊出阿黄这个好顺，都安尼改啦。哎呦，这句够厉害哦。讲一个讲诶，咱两个对阿黄爱好啊学者。你来看，伊这么听阿二婿话，原底是咱两个人，常常讲出烦恼啦、生气啦。啊，卡出一个囡仔，你哦，加
继续，你再继续，买啊！你若要有的时阵会甲林公主一吹一止，啊，毋过你拢有做到林公主拄则甲我讲的忠孝心。阿红，你开始真有慧根。多谢林公主的学咯，那安尼伊咧？啊，若伊就要为我甲请我身躯顶找你。哦，原来伊哦，要掺进你的身躯对无？接着，我看。无啦，无啊。无，会晓啦，红，谈到我公主学了你，叫你咱变啊遮戆啦。哎呦，万你唔才是戆，阿红遮尔少岁，当然照你讲的直接去理解啊，你著讲较清楚的。歹势。我的意思讲义吼，就是对人有道义，亲像阮两个啊，市中兼外贴啊，较总其中一个人发生危险，另外一个就爱上刀山，落油鼎，去人救倒来，这就是重义气，知无？对，也佫有啊，你若顶甲去号标，这嘛是共款重义气啊，有无？手断去啊，有人要治伊的性命，伊甘愿死嘛要保护伊的标，这就是重义气，知无？对。多谢恁啦，教我遮尔济，我一定会记的。将来我要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真好，也毋过我要甲你提醒，后摆你会遇到困难，但是你会同款亲像你即摆这么勇敢，而且还佫用欢喜心去接受困难。哈，要用欢喜心去接受困难哦。那安尼啊，我知影，我将来要做大将军，保护国家，保护大家。大将军哦，哎呦，去变大将军，时间袂赴啊，来起定啊，来，大将军上去啊，去啊，嘿，唱。假使世间的人，若拢会当用心好好教育后一代，那呢，世间一定更较祥和，更较温暖。虽然迄天我亲目睭看到阿兄变成妖怪，啊，毋过我相信，迄绝对毋是伊。阿兄一定是扣邪魔附身，毋才会变成妖怪。我就想要这块八卦镜，卡叔讲，阿兄真正是妖怪，伊一定会现出原形。若是无效，我都用桃木剑替阿兄斩妖除魔。啊，搁有老爸、花玲、南部沙班刀瓦里拉汉，南部沙班刀瓦里拉汉。上重要的就是这支，听讲伊的威力甲胜利拢是上大的。阿兄阿娘，啊你是去倒位？我转来拢无找着你呢。奇怪，哪会无现出原形？怀英啊，你是想啥？啊，一透早你是走对啦。阿娘吼要招你去市啊买物件，啊拢找无你的人。无啦，我就去市场踅踅尔，我才无拍走啦。怀英，你已经是大汉啦，唔通亲像囡仔安尼四过拍走，要老人讲出去，敢袂听见？好啦，我知影啦。我有淡薄仔忝，我先入来休困。阿娘，你先休困。阿兄，等下啦，你来看，有水无？我今仔日买的呢。英啊，你是创啥？这八卦镜哪会当挂顶要食啦？这是阿爹贱毛咧，你咧对阿爹无礼貌，你知无？哪会安尼？
无变化。阿兄，这是我今仔日买的物件，我搁顺便学几只，我拿互你看，你听我看卖啊，有倒遐的改进。婉英，你是创啥？婉英，你是创啥？你踮咧厝内底人倒人劫，你哦。阿兄，阿兄。婉英，婉英啊！婉英，你是咧创啥？哎呀，足吵的呢！我厝尾顶就要互你掀开啊！娘，等下啦，念伊就好。咱不3万多话你来喊，咱不3万多话你来喊，咱不3万多话你来喊，我你来喊，咱不3万多话你来喊。婉英，你想我未啦？你哦。你是不是迄当你听着？惊改变了呢？哎呀，娘，毋是，我感觉咱兜做家运气无好，乌云大顶，所以才会想讲死过去问人。人拢讲咱兜去抢线着邪灵入侵啊，所以我就想讲用这个物件来驱邪招福。原来就是安尼。看起来外英对伊讲的代志也是耿耿于怀，怀疑我是良民人心的妖怪，或者是叫妖怪附身，才会做出这种举动。望眼想孤芳小无定，孤单窗伊我点。我感觉咱兜做家运气无好，乌云大顶，所以才会想讲死过去问人。人拢讲咱兜去抢线着邪灵入侵啊，所以我就想讲用这个物件来驱邪招福。看起来外英对伊讲的代志也是耿耿于怀，怀疑我是良民人心的妖怪，或者是叫妖怪附身，才会做出这种举动。阿爷真甲你讲，莫听外口遐个人吼，伫遐咧叽叽嘟嘟，莫相信讲话，好无？安尼，我先入。婉英，你阿兄讲得无毋对，咱好家的人做任何代志，拢是光明正大。你毋免听外口的人踮遐胡白讲，做一寡无意义的代志，知影？我应知影。这物件拢无效，根本拢是骗人的，搁害我开遮尔多银两。对啦，听讲顶上有一位足厉害、足灵邪的算命仙，我一定想办法叫后兄去算看卖。看到底是安怎？英，是要算什么命啦？啊，你毋捌听人咧讲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啊！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这命中若注定要散架哦，安怎算都袂好个。阿兄，话袂安尼讲啦，你的学问这尔好，明明就是状元的话材料。啊，毋过煞外在不羁，有志难伸。来算看卖，顺便介一个阿运啊，无得卡，啊你只是运气歹，找你妈还袂对着贵人。哎，华英啊，我听你黑白讲。阿兄，就算我是黑白乱讲，既然咱都已经来到这，小算一个，嘛袂减一块吧。来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华英，来啦，坐啦，阿兄坐啦。先生，
最近我阿遐运动摆，请你替伊看卖啊。这是我阿遐的新地理。好，我看卖。哦，讲到你哦，连阿兄的生辰八字拢传好。讲到你哦，你搁骗阿兄讲要出来踅街散步。阿兄，人嘛是为你好，关心你啊。你哦，你真正是。公主，你敢是主夜到10时所生？对啊。确实。确实啦。那个无唔对啊！龙王出水之时，龙王出水之时啊！先生，你在讲啥？阮哪会听拢无？我算命无数，无清毛白，煞第一遍拄到这款的命格，奇啊怪啊！到底是安怎啦？你嘛讲好清楚好无？那遐命格，伊出世的时辰，甲龙王命格同时，所以安怎？所以是无生无灭的特殊命格。无生无灭是啥物意思哦？啊，就是无命之格。你是讲我阿兄会无命？这是讲啊好听的啦。恁阿兄应该是神家之人，毋是普通的身体。啊，毋过讲啊歹听的。是的啊，讲啊歹听会安怎？既然是无命，就必须无疑啊！安尼是要安怎啦？敢有办法会当化解？除非是时辰报唔对，啊无出命无解。神的啊！啊，你讲我无命，我真能够好好坐点要食的呢。哎，神的，来，好谢你。王英，来走。等下，公主请留步。今仔日我算是大开眼界，小的在所害浅，这费用更免啊。确实无要收。确实唔收，公主请回。今仔日我要收单。行，来走。等下，生时8字行礼。阿兄，这个看你有够水的啦，小姐，你看，我连我的身躯吼一点更较水。你看袂这嘛叫，看袂迄嘛叫，唔知影人这掠对你是真卡爽，实在是。哎呦，小姐，你有莫讲笑啦！你有知影大家人出来吼，拢帮将军和淑英夫人咧办代志啊，喊你家己啊，你来说说的啊，莫讲笑啦！小姐，你莫一直扭啦！哎呀，唔是啦，小姐，你看，迄头前吼围一大堆人，唔知影创啥呢，敢做闹热的。咱来看好无？真是呢，哪有遐尼济人啊？看起来真闹热咯。来去看卖。阿兄，等下啦，我无问清楚啦。是要搁问啥啦？阿兄即阵毋是人好，徛在你面头前。王英，莫听咧黑白讲，无命。阿兄真正听的话，我也真正会无命啦。毋过。好啊，王英，阿兄甲你讲，算命先生的话哦，参考就好，唔好相信，知无？毋过，伊拄则讲讲，伊无要收钱啊。好啦，莫听咧黑白讲啦，吼。阿兄身上这银两，根本就无够甲阿娘买补品，甲顾身体。王英，你看，头前吼足热烈呢。阿兄，咱去看卖啊，好无？好啊。来。哎，为什么你的量拢无点目睭？阿兄。因为我是甲人教茶。教茶。我甲人教茶，这话若是拄到一个有德有孝、佮合用相传的人，甲目睭点起去，话中的量就会浮现出来，一杯就天，安尼我就会50两稳。啊，
卡准啊，迄个画龙无飞上天嘞。卡准啊，目睭点起哩，无任何动静，安尼伊就要输我50两啦。心心自在人心，心一片钱，自有公正。小姐，啊你看安怎？拢是一寡无知识的人。我是将军的查某囝，有领袖志气，阁有文采。我若是点睛了后，无得卡伊买粮，就会飞上天嘞。讲到敢若是真实的，实在是手拍人的嘴。是恁哦。小姐，伊咧甲你笑呢，输人唔输阵啊，咱甲拼落去。好，我就来试看卖。好，小姐，请。拢是一个无知识的人。我是将军的查某囝，有文采甲领袖志气。点睛了后，无得卡这杯凉哦，真正会飞上天啊！哪会今麦搁改喙啊？看起来哦，你虽然贵为将军的千金，嘛只不过是一个无才无地的人哦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唔着足厉害的？我是唔敢讲我家己足厉害啦，啊，不过阮阿兄都无共款啊。毋但是学问见识真好，而且做人谦虚有孝是大。只无亲像有一寡人，除了讲话哦有心仔开，其他啥物拢无。阿英，对回禀姑娘，唔好这样无礼貌。这抓定之龙，免有可能飞上天呢。迄都真歹讲啦，不得卡只要予一个有品德、佮有孝心的人来点睛。啊，这话内底的粮哦，真正会飞上天啊！一定是伊无德佮不好，这尾粮才袂飞啦。你好，既然是安尼，就互你阿兄亲身来试看卖。卡输去买粮，若会当飞上天，就表示伊是一个有才有德又佮有效的人。啊，若无，互人起笑的，就是恁。我才无亲像你这样无聊，无白开钱。无要紧，钱我出。阿兄，本来只是想要甲你斗开一个尔，你嘛知影伊安尼讲。我就是要看你啥面子。等粮若点睛了后，无法度飞上天，我唔才有面子通我落台，顺续甲恁拄则笑我的话，全部拢送去互恁啦。阿英，别闹了，大家出来。安怎？有胆讲别人，家己无胆试看卖的是无？还是恁拄则讲的话，拢是碰好，拢是骗人的啊？是啊是啊。谁讲我无胆碰好？伫这个所在，有啥唔知影？阮阿兄的文采过人，是一个互人钦佩的孝子。用讲的无路用啦，试看卖就才知影啊！紧试看卖。阿兄，你都试看卖啦，咱拢互人笑甲安尼，你搁低调调。哼，我都袂用你啊，搁免讲你这个散秀才。无的确，这个头家亲像大家所讲的，是来骗人的。公主，请。是啊，是啊。试看卖啊来吧。是啊。小姐，我看哦，伊根本就无迄个才调啦。啊，你遮尔有灵气，拢无法度像互迄个画龙安尼飞上天啊！
佮莫讲伊是一个散秀才啦，哼，有孝，无钱嘛无路用，饭菜过人。啊，你敢有考到状元？要互龙飞上天哦！我靠，等因碰风吼，碰到巴肚破去，啊，就飞起去啊啦！你讲对无？喂啊！爸爸会飞起去未啊？紧嘞！慧敏，你搁走出去佚佗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！你若要出门，一定爱我弟仔知影。我嘛通我派一个人缀伫你身躯边，甲你保护。哎呦，阿爹，有米芳保护我就好啊。对对，大将军，我会保护小姐的啦。你哟，你是要创啥？你若真硬去撞着歹人吼，三两下吼，你就倒伫边仔喘啊啦！你保护小姐，我看你是自身难保。人生要是真正看得介好笑，我才无像你讲遮无路用。对啊，阿爹，你莫甲米芳讲啊遮尔无路用嘛。搁再讲，我就是无介意有护卫对伫我的身躯边，敢若在甲我监视。你甲一般的平民百姓无共款，啊，万一若发生什么代志，要叫我安怎？袂啦，谁唔知影我是东东镇南大将军的宝贝查某囝，啥物人敢甲我卡一个，伊就无命啦。放心啦，哈，慧敏，搁较安怎讲？你是千金小姐呢，你安尼四界拍拍走，对你的名声无好。恁阿爹哦，是为你设想。你有啥物资格管我？你家己嘛是定定无伫咧府内啊！你莫讲我的代志啊！慧敏，袂用用这款态度甲恁雪姬阿姨讲话。对啦，阿爹，我甲你讲哦，我今日伫街仔路拄到一件足稀奇的代志哦。什么款的代志？阿娘，你转来啊！是啥物代志啊？咱兄妹仔呢，欢喜到喙笑目笑。当然欢喜啊！今仔日我甲阿兄有替你买足侪补品的。来，阿娘，总算会当替你好好调养身体啊！恁两个吼，有这个孝心，我就是关注的，唔通后背开军娘啊！阿娘，啊，家己的爸母无友好，无阮是要友好啥呢？会再讲，阿娘遮尔辛苦，甲我甲外英车往大汉，阮若无友好你，就连前世都不如啊！就是阿娘，你只要好好享受就会用的啊！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护手蚵，还佫有灵芝，这拢是足贵的物件，恁边哪有囡仔好买？阿娘，你放心啦，这补品哦，拢是阮真正当得着，而且吼，阮无违背家训，阮无去做歹代志哦。是啊，阿娘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讲出来你一定唔相信，啊是什么？是安尼啦，今仔日哦，我甲阿兄伫市场有拄到一件足奇妙的代志的。雪姬，顶回咱用舍利子来查探何天生的精髓本相，但是完全无效。这回你敢有什么办法？
将军请放心，有啥日子加持，我对我的功力愈来愈有自信。进前我一直想过，是安怎何天星会当化身，甲市容吃掉？拄则听惠美因讲，伊会当互魏忠之良重新飞天的功力。哼！今仔日我要配合魔镜来做法，彻底将何天星的底底查好清楚。用一摆我已经给你机会改过自新，想袂到你唔知影通做，搁掠走我身躯边的人。林怀德，我有百劫经义护身，甲夏日水的加持，你绝对唔是我的对手。死绝机，人讲天下上毒妇人死就是咧讲你啦。手段强，心肝歹，人搁死足奇怪，你哦比前5年搁较苦。马祖启示录，时间对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讲，就敢若泉石同款珍贵；也毋过对一个愚痴的人来讲，就敢若一把土咧，一点仔价值性都无。所以，应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就爱珍惜时间。去行善济人。哪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？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因阮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。离离思。